人上车说你哦。有人上车。紧来！霹雳小组包围汽车旅馆，伫内底四十9岁姓杨嫌犯早乘美丽车来。嫌犯伫车内开枪，远景水挥2枪。远景冲入车库，发现讲伊手举底枪倒伫驾驶座，举枪自尽。远景赶紧叫救护车，将伊送去病院。从车子里面这个开枪，那所以我们警方立即的还击2枪。这个杨姓主嫌手握枪支，已经倒卧在这个驾驶座的血泊当中。嫌犯被送去病院急救，早起8点18分宣告救无活。原警伫后车窗找到一支长枪，伊有枪炮、毒品、早起前科涉嫌，甲另外一个姓李的共党的，伫正月7时分别举长底枪走入去中华新港乡这间人家厝，抢走30-40万。这间人家厝的主人正是一个直播主的阿叔。当时吴传讲，被抢的是这个直播主的老爸，因老爸开交警有几千万互抢去，后来警方证实讲是伊拿这个汇款互人抢去。他们是认识不久的朋友，这个公称就是有朋友介绍他们2位认识。警方初步调查，另外一个姓李的嫌犯是台中市的人，伫台中已经抓到啊。2个人是透过朋友介绍了后犯案的，无后敢有人咧指示，还佫调查。另外是安怎？这个事先知讲，这个当事人要去收汇款，啊，这个当事人是安怎无报警？警方还佫继续调查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